按照进度来推哈。我们请大家来翻开诗歌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个是从诗篇里面节录出来的经文，但是很多人不晓得这个经节是在哪里。这个经节是在诗篇118篇的24节。好，那我们的诗歌集是在23首，诗歌集23首，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个可能很多人以为是儿歌了，其实它是从经文里面挑出来的诗歌。好，23首，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唱预备，来。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再次来，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神所定的日子不是要让人愁苦，不是要让人感觉忧虑悲伤。神所定的日子是要让人高兴而欢喜。所以这个在诗篇118篇的24节，就是这一节的经文啊。他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唱经文诗歌的时候，就可以顺道把这个经文给背起来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那这是什么样的一首诗歌？其实是他们以色列人从这个巴比伦被掳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们感觉到那是一个得到释放的日子，得到一个救赎的时刻。那他们为这个时间来感到高兴，所以他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啊，好，我们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诗歌集23。啊，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唱预备，来。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诗篇118篇24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主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唱这样的诗歌。当我们要到圣殿敬拜的时候，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朝见上帝是喜乐跟平安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要让我们进入到
历史书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来认识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叫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经历信仰的高低起伏，还有他们的生命如何被调整跟改变，愿意帮助我们透过这些的历史的资料，还有这些的历史的书籍，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历史当中掌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我们的圣经目录歌哈，请大家翻到这个第一首的左边，这个圣经目录歌。我们最少这个课程的成果就是要把圣经目录要能够背熟啊。好，圣经目录歌，我们来唱这个下面这个圣经目录歌，创世纪出埃及。好，我们来唱这个圣经目录歌，一起来唱这首歌，一起来唱对，来。创世纪出埃及，利未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士师录得记，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以斯帖，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何西阿书，约珥阿摩斯，俄巴底亚书，约拿米迦，拿红哈巴谷，西法亚。该书，撒迦利亚马拉基书。这个是旧约。我们再来唱新约。新约是下面这个马太、马可。我们一起来唱马太、马可，一起来唱也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腓利门、希伯来、雅各、彼得前后书、约翰三书、犹大启示录。好，所以这个就是完整的圣经目录歌，所以我们的新旧约圣经就包含这些的目录在这边。好，到这边可以吗？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进到我们的进度里面，要来开始我们的历史书哈。好，请大家翻开到54页这边，我们要来看历史书的简介跟介绍。好，但是要讲历史书之前，要先跟大家要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有历史学者这样说，历史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人没有从历史当中学习到经验跟功课，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历史常常会重演。那重演之后，当然不一定结局都是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情况都是几乎很雷同跟类似的。每一个王朝的兴起跟衰落都一定有它的原因，有它的形成的一个原因跟情况。所以一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件事情，一个事件发生，或者是一个国家的兴亡，绝对不是只有一件事情就促成，它一定是有很多的事件同时在那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看历史书的时候要体会到说，它除了有一些东西有可能是这个宗教因素，因为我们是从宗教眼光、从信仰的眼光来看这个历史，但是也有可能从政治的眼光来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历史书哈。所以请大家看一下54页，我们的课本54页。好，所以我们之前有上过这个叫做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也叫做妥拉妥拉就是这个摩西五经啊。好，那这个5卷的摩西五经之后，就是12卷的历史书。好，那有3个部分是这12卷书里面的历史书里面的一个分类。好，第一个叫做亡国前的时期。请大家看一下54页的中间的地方，亡国前的时期包括有几卷书，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这个都是在这个
以色列王国还没有成型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约书亚、士师、路德这个都是在亡国前的。好，第二个叫做亡国时期，就是从扫罗是第一个以色列的王，所以不是大卫，千万不要记错了。扫罗是第一个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王扫罗开始之后，就是这个所谓的亡国时期，一直到历代志的上下，一直到下的地方啊，还有到这个列王记下，都是在记录到这个亡国时期的这个历史。好，另外一个就是被掳归回的，就是他们被抓到这个，后来被抓到巴比伦之后，又回来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的这个历史，就是被掳归回的历史，叫做这个回归的历史啊。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这3卷书，就是在这个回归历史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知道说，在历史书里面有3个大的段落，一个是亡国前，一个是亡国时期，另外一个是这个回归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好，所以这3个大部分就是这个历史书的内容。好，所以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在54页的下面这一段，他说以色列是亚伯拉罕到撒母耳指示神自己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所以这个叫神治时期。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国王，那个时候没有国王，那谁做国王？圣经里面说耶和华亲自做以色列人的王，所以这个叫神治时期，所以这叫上帝统治的时候。好，那由国王开始的时候，这个叫王治时期，叫从扫罗开始之后，到这个犹大国最后一任国王叫西底家这个人之后，叫做这个王治时期。真的是西底家，真的没有问题。那个北国那个最后一个国王叫何西亚，就是何西亚。然后这个最后历史回归的时候，就是当他们在巴比伦经过一段时间的被掳之后，后来波斯人把这些人都释放了，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还是一样受到外族的统治，所以这个时候叫做异族统治时期，或是这里叫外治时期也不是那个屁股痛的那个外治，不是外治时期是那个就是外族人统治的时期。好，所以这个是历史书的一个大致上的介绍，大家看吗？就是这段历史是在这个部分的时间里面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要进到历史书的第一卷书，叫做《约书亚记》好，那《约书亚记》很精彩，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开始进入到这个以色列人开始进到他们的应许之地的一个记录。他们从过去是没有土地的这样的一群民族，然后进到开始有土地、有自己的地方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好，那这个时候的这个领袖就是叫做约书亚。好，那请大家看一下，约书亚其实跟我们的新约、我们的救主的名字是很有相关的好，这个是他的这个希伯来语的意思的这个名字叫做约书亚。它的一画的这个东西是发 J 的音，那有一个缺口的像一个这个么字形的这个有一个缺口，这是 H， 是发 H 的音，然后这是 O 的音，然后这是 S， 这是 A， 所以它的拼起来从这一边要念过去的话叫做有熟啊，就是约书亚的意思好，但是它跟另外一个词很接近。就是这里提到叫做拯救一样，这个是一个 J 的音这个是 S， 然后这个是 U 的音，然后这个是 R 的音所以这个词叫做有属啊的意思就是拯救，所以这2个音很接近，有属啊跟有属啊是很接近的，所以为什么耶稣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的拯救，或是上帝的拯救因为这个马太福音的里面说，耶稣的名字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上帝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约书亚这个词有拯救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拯救就是以前他们也有类似像这种用那个音或是那个相近的音来套那个意思，
意思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这是上帝的拯救所以当耶稣的名字被取的时候，以色列人其实他们都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代表的就是上帝的拯救，所以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里面讲的耶稣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拯救。好，但是不是同一个人不要误会，不是同一个人。旧约里面的约书亚，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拯救。耶稣是新约的时候，这个犹太人他们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知道这是耶和华的拯救的意思。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耶稣的名字这个含义有点，这个含义就是上帝的拯救临到了的意思所以你看，像很多人取名字的时候，就会取一个比如说天书或者是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意思就是希望他的这个人的一生就能够像这个名字是一样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好，这个是先跟大家做一些这个名字上的介绍所以约书亚记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历史所以这个作者一般都会认为是约书亚。好，那事实上很多东西你会发现，事实上不一定是那个人完全写完的，有可能是他补充的所以比如说像《生命记》里面，摩西写《生命记》到最后一章，他不可能写他自己死掉了所以一定是有人帮他补上这个东西。所以一般都会认为说，这个摩西的这个《生命记》是约书亚帮他补完这个部分那约书亚记有可能是约书亚自己的一个等于有点像他自己的日记，或者是叫做他的一个记事本然后把它拼凑起来。但是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假如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一卷书的作者是谁的话，通常请大家要放一个东西在上面。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说，如果你不晓得这一卷书的真正作者是谁的话，最好上面都要放一个东西，叫做以斯拉，然后写一个编为什么叫以斯拉编？因为有可能是以斯拉把这些的善意的资料，把它拼起来，变成是一个完整的内容所以，因为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他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圣经老师，然后他把这些善意的文字或者是善意的文章，把它拼凑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所以通常如果不确定或是不晓得作者是谁的时候，通常旧约的内容通常都会说这叫以斯拉编的以斯拉编。好，请看56页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好，约书亚这个人他是属于叫做以法莲支派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之后，他们占地之后，他们的地区的分布的位置，那他叫做以法莲支派。那以法莲是谁的孩子？以法莲是这个约瑟的孩子。约瑟有2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拿西。好。那为什么他会有2份？因为这个其实是雅各希望这个约瑟能够继承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他为什么会得到双份的这个儿子的名分？就是因为他刚好2个儿子，所以透过2个儿子来成为这个支派的名称，所以等于就是约瑟的孩子有2个支派的这个人数在这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个约瑟的孩子马拿西跟以法莲，也代表整个后来我们会看到整个的北国以色列的这个人民好，但是另外有一个人大家忽略他了，就是进迦南地的时候，只有2个人可以进去。在当时第一批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当中只有2个人可以进去，一个叫做约书亚，一个叫做迦勒。他们都是同一个年龄层，然后进去迦南地的，所以第一批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没有人，只有2个，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勒。
那为什么？因为只有12个探子里面只有这2个人很勇敢的去凭着信心相信说这个是我们要得着的应许之地。所以信心很重要啊，能够凭着信心可以看到将来上帝所要成就的这样的事情。好，所以这个约书亚是继承摩西的主要的一个领袖啊。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57页这里，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总共有3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叫做进入迦南，就是进去的，刚进去的时候，第1章到第5章。好，第2个是征服迦南，就是开始去征战了。进去当然一定要碰到这个敌人，那敌人那不能够让你轻易的进去的，所以6到12章这个是要征服的时刻。好，13到24就是分配，开始分配土地了，所以这个是约书亚记的一个大部分的内容。那有一个有趣的地方，请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开约书亚记的第1章。你会看到当时约书亚要接摩西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什么？好，约书亚记的第1章，请看一下约书亚记的第1章有3次，上次跟他提到，上帝跟他提到说你要刚强壮胆。我们来看一下在哪个地方有出现啊？约书亚记的第1章，好，第7节的地方。第6节、第7节哈，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好，这里就有刚强壮胆，对不对？还有呢？第7节，这个是对刚刚讲第7节，还有第9节有没有？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对不对？还有哪里？好，第6节有啊，第7节跟第9节。好，为什么要讲3次？知道吗？因为很重要。啊，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约书亚要接这个工作不太容易啊，所以一定要讲3次，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要接班的人其实是不容易的啊。约书亚要接摩西的班，千万不要以为那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好像，被指定当做接班人是一个好事情，其实那个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要讲3次？因为很重要啊。好，所以顺利接班之后，这只是一个开始啊。他真正要遇到问题是要开始打仗了。好，请大家看一下58页这边。他们打的第一个胜仗就是这个耶利哥城，所以这个耶利哥城是他们第一个进去攻打的最大的城，也是一个年代很久远的一个城市。据说有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就是比较有历史记录的一个大城，所以它算是一个蛮古老的城市。好，但是这里面发生一个事情啊。本来是他们要进去攻打，但是上帝没有让他们用武力去征服，他们用什么？他们是去那边这个绕城祷告。所以很多这个平安派的教会，他们常常会喜欢叫做绕城祷告，就是从这边来的。他们去绕那个耶利哥城，每天绕1圈，然后安息日的时候，第7天就绕了7圈。绕了7圈完之后，就大声呼喊、吼叫，然后那个耶利哥城就垮下来了。耶利哥城垮下来所以后来耶利哥城垮下来之后，以色列人就很顺利的进入到耶利哥城的里面。但是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做一件事情，是不可以在里面拿东西，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拿。所以包括什么金银啊，包括衣服啦，包括什么全部都不可以拿。好。但是有一个人做了这个事情，这个人叫做亚干啊，所以大家看一下，在58页的这个 V 的地方，亚干犯罪。好，因为亚干拿了他不该拿的东西啊，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受到咒诅，他们在攻打下一个城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顺利了。好，所以后来抽签抽出来是谁犯的罪？是亚干犯的罪，所以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被
亚干后来就被打死所以一个人的作为、一个人的行动、一个人的错误，可能会影响整个民族的这个进度或是行动。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只是因为一个人的犯错，一个人的犯错有可能会影响很多的事情会发生所以要能够了解为什么上帝要他的子民要能够成为圣洁，不要在罪的里面，因为一个人犯罪有可能就会引发很多的效应。但是事实上，各位你会觉得只有亚干偷东西吗？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吗？如果进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觉得会只有亚干去偷拿金银、偷拿人家的衣服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记录只是说有点杀一儆百的作用，意思就是告诉那些偷的人，不要再做这个事情，那个才是真正的真相所以偷的人不是只有一个，但是透过这个事件，因为惩罚了这个亚干，让那些偷的人知道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所以这个请大家要了解。所以当时一定不是只有一个人去偷东西所以当你看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只是单一事件，它一定有一些吓阻作用，或是让人家知道说不可以随便乱来，因为上帝会看着好，58页下面，他们先攻了中部的地区，就是在这个耶利哥城上面，这个是在属于这个约旦河的西岸的那个中部的地方，然后后来他们又往南，最后是往北打的。好，所以南部的战役就是在基遍这个地方他们在那里跟基遍人在那里立了约。后来因为这个约的缘故，所以他们不能够去对基遍人有任何的这个伤害，所以他们还要保护这个基遍人好，所以后来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他们征战的时候要打这个迦南的诸王的时候，因为打得太顺利了，所以后来这个约书亚跟上帝祷告说，希望日头不要落下，所以将近有1天之久。所以各位可能曾经看过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科学家有计算过，地球好像少了这个1天的时间就是1天好像有1天的时间是没有运转的状态那有人就说这个约书亚的这个使日月停1天的这个记录就是这个状态，有可能那个地球有1天的时间，将近1天的时间没有自转。好，59页这里，请大家看一下，当进去分配的时候，有几个城市必须要给利未人，而且是要做设定的。这几个设定是什么？就是万一如果有人不小心犯错了，或是意外的去不小心伤害了人或杀了人的话，他可以去到哪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叫做逃城。所以可能会在电影或电视里面、影片里面常常会听到有这个词叫做逃城。逃城的意思就是，万一你不小心伤害了别人，或者是不小心犯错了，那人家要追杀你的时候，你可以逃到哪里去？你可以逃到这个逃城去。就是如果你是不是故意的，但是后来仇人要追杀你的时候，你可以到哪里去避难？就是去到这个逃城去避难好，所以谁判定你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有比如说像如果万一不小心，比如2个人争执当中，拿了石头去打了人家，哇，万一不小心把人家打重伤或打死了，怎么办？那怎么叫不小心？所以他就是故意打的这个判定这个判定以前曾经有过这个判定以前我们问过有一个弟兄，他是做刑警的，他说怎么判定是故意或不故意的？如果今天你是地上随便拿个石头这样去 K 人家，那个就不是故意的。但是如果你是带了武器去，然后去伤了人家，那就不是故意的。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当中间的差别可以了解意思吗？有预防的。
对，就是你有意的带着武器去，跟你随意在地上拿取东西去 K 人家，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判读就是你用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你是拿那个铁锤啊，或者是拿那个钝器那种人造的武器，那个就可能就是蓄意的。但是你如果是随手拿，比如说拿那个路上的石头或是板凳起来就 K 人家，万一不小心把人家 K 死了，就是你就不是故意的，因为你不是故意要蓄意的去伤害对方。好，那像这个时候就需要逃到哪里？要逃到这个逃城去。那逃到逃城去，什么时候就可以逃到逃城去？要逃到什么时候？逃到那一任的大祭司挂了的时候，他才可以回到自己的居住地，也就是他在这个逃城里面受到保护。所以如果万一你是不小心去伤害别人的话，那你可以逃到这个地方接受保护。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你逃去就没有事了。所以像刚刚讲的，谁去做这个判断，就是由这个审判官来做审判。如果你是故意的、蓄意的，那当然你就要赔偿，或者是你必须要付上代价。所以律法里面讲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是伤了人家什么，你就要赔偿什么样的状态啊？那如果是不是故意的，那你就可以逃到这个逃城里面去，可以受到庇护、受到保护啊。好，所以各位看一下，在利未人的支派里面，其实逃城都在利未支派里面，所以表示其实祭司才可以包容跟接纳这些犯错的人在这些城市里面。好，第四个，河东的政坛，这个政坛指的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12个支派啊，他们有12支派的这样的分布图。但是有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过到这个耶路撒冷，或是过到这个圣殿，或者是这个帐幕所在的地方去敬拜上帝。那他们要怎么做？他们就在这个祭坛上，他们在那里也在那里敬拜上帝，用这个来代表他们的心也是归向上帝的。好，请看一下60页的地方，这里有个图。好，这个就是以色列人12支派的分布图啊。好，如果我们以这个约旦河为界的话，约旦河的东边有3个支派，这3个叫做流便、迦得跟马拿西半个支派啊。为什么叫半支派？因为马拿西在西边还有另外一个支派，也是叫马拿西，所以等于马拿西有两个区域，一个在约旦河的东边，一个在约旦河西边啊。好，然后南部这边就是犹大西缅的位置啊，还包括到便雅悯这个地方都是属于南部的地方。好，那哪边就算北区的，就是但以法莲这个以北就是叫北区的。所以以色列人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除了在约旦河的西岸，也有在约旦河的东岸的地方。那这一片就是他们所进去得为业的土地。好，所以刚刚提到那个政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河东的约旦河东边的这迦得、流便跟马拿西半支派，他们比较不方便跟这些其他的人一起敬拜上帝的话，他们就在约旦河的周边的地方筑起叫做这个政坛啊，或是叫做祭坛，其实跟祭坛一样的意思。然后证明他们也是属上帝的，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一个权宜的方式，就是表示说，我们的信仰都是一样的啊，没有恶心，没有这个远离上帝，所以我们也在那里烧祭坛敬拜上帝。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会提到一个东西叫丘坛。丘坛的意思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筑坛，就在那里敬拜上帝了。那你说这样有什么不对吗？比较有点像什么？比较有点像我们现在讲说，每个人家里面有自己的庙啊，小的祠堂，或者是小的那个祭祀的那个小庙啊，到处都开很多的这种类似的小庙。所以
丘坛在王国时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只有在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约柜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才可以在那里烧香敬拜上帝，或是筑祭坛敬拜上帝。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年要3次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因为后来大卫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之后，在那里所罗门盖了圣殿之后，以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每一年都要到这个圣殿去敬拜，而不是在这个丘坛，就是不是在自己家里面烧香拜拜了，不是，就是你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去敬拜上帝，这样才可以啊。所以他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还没有之前，就是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每一个支派在自己所在的区域或位置，都会有这个祭祀或者是有这个祭坛的成型的状况。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那进入迦南地，就跟原来住的那边住迦南的人要发生战争。对。那这样子，原来的住的人也没有得罪上帝啊，那为什么会倒？因为上帝要他们拣选迦南，然后他们就变成敌人。啊。这个是无可避免的，每一个国家的成型都几乎都会这样。比如说像美国人他们去拓荒，往西部拓荒的时候，也会碰到印第安人，他们就是当地的原住民。那如果说美国人打印第安人也是神允许的？对他们当时的人的认知是这样，我不能够说不是。因为对他们当时的人的认知是这样，但是这个是一个可议的，但是可议的意思就是说，透过这个事件，让人去了解一个事情，就是当时的人的一个心态跟状态，不是用我们现在去评判他们，是他们当时的人的想法，认为这里是上帝给我的家，那这家里既然有这些蟑螂蚂蚁，那我当然要清除这些蟑螂蚂蚁，清出去，那可是这些人，他们其实已经也住在那个地方一段时间了，所以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不是他们要被清理掉，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他们好，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了，他们已经满了，所以上帝允许让以色列人去处理这些的民族，而不是以色列人比他们好，不是一样，大家都有罪，但是只是他们上帝已经看不过去了，所以容许让以色列人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台湾那个228事件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个当时他们的那批从大陆来的那批人，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也认为他们要打掉的是那个日本的那个移民或战犯，但是后来造成很大的一些的政治冲突跟影响，所以我们刚讲说历史给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人没有从历史里面去学到一些的经验跟功课，不断的在重复同样的状态，不断在重复同样的状态。但是那个是已经叫做继承的事实，只是我们后面的人在反省跟检讨的时候，知道说原来他们当时用的方式是这样的一个比较杀戮或者是比较凶狠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华人的圈子里面也很狠的，华人的圈子里面也是很狠，所以其实每个民族都有不堪的过去，人的历史里面总是有这些东西会在这里面。没有办法去评判对错，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个时代里面，他们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对的。所以各位知道，他们像中东到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就是为了神去打仗的这种战争叫做圣战。所以各位知道，像那个阿拉伯人。他们为阿拉去打仗，他们认为这个叫做圣战，因为这个是为上帝去打仗。
为神明去打仗，为阿拉打仗。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很多阿拉伯人他们甘愿可以抱着炸弹去炸人家？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有点像殉道。殉道的感觉，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样的话，这个阿拉会给他有一个补偿，就是上到天堂，他可以拥有数不尽的美女，有喝不完的美酒，有这个吃不完的美食，所以他们用这个来告诉自己说，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是为神而做的时候，神要给我极大的补偿。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有这个概念，圣战，为神而打仗。历史上其实不断有啊，以前十字军东征就是这个，为上帝去打回耶路撒冷，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历史不断在重演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认为上帝应该也会认同跟接受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是打着这个上帝的旗号去做这个。所以这个是，这个只能够说很抱歉，这个是不堪的过去。以前的每一个民族都是有的，包括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所以刚刚讲的，上帝容许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比较好，而是因为他们当地的百姓已经罪恶满盈到上帝不喜悦了，所以上帝把他们吐出去。但是上帝也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在那里也跟他们一样的话，我也要把你们吐出去。所以你看，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还是一样要流亡2000年？其实他们也是一样，后来也没有自己的土地，因为他们也没有好好去珍惜上帝给的这个土地啊。好 ，OK， 这样各位可以吗？有时候真的很，没有办法去解释完全这样的事情，因为牵扯到宗教，牵扯到一些的民族情感。就会有这些的问题出现，比如说像对岸大陆，他们就会说，这个完成祖国的统一，这个就是他们的最终的。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他的信仰，他的信仰就是认为把这一块拿下来，这个整个祖国就完整。所以以他的信仰来看的话，他的认知是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常常需要经过反省，因为很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不一定是真的对，或是真的是应该要去做的。后面还会更惨，因为杀外族人你会觉得很惨，对不对？如果自己兄弟相残，那就更惨。后面士师记也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历史啊。好，请大家看一下士师记62页。士师记，请大家看一下作者，他这里提到是撒母耳，是一般有学者认为是撒母耳，但是还是一样，请大家一样写上以斯拉编。为什么？因为不确定是不是不确定是不是，所以最好都是写上以斯拉编。那士师记其实是一个很不堪的过去，为什么会说不堪的过去？因为里面更丑陋嘛。我们刚刚看的好像已经觉得很丑了，对不对？其实里面更丑陋。但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士师的意思。我们现在比较少用士师这个字，士师其实就是审判官。好，那但是以色列人的士师，他的意思又不是只有包含审判官，虽然大部分的意思是指审判官，他其实又有领袖的。意思在里面，但是他又不是全部的以色列人的领袖，他比较像是叫做地方型的。所以士师不是国王，士师跟王不一样，士师有可能他的区域跟范围是有几个地方而已，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认同他是祭司，都是认同他是士师。但是至少可以知道一个事情是，士师在当时
的一个角色，等于就是一个地方性的领袖，或是地方性的一个首领，那带领这些的以色列人可以在那个地方至少可以安定，有社会安定的作用，所以这个叫做士师啊。好，请大家看一下，作者刚提到的就是有可能是撒母耳啊。好，士师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请大家看一下62页倒数第4行。士师时代是指约书亚死后到扫罗被立为王之间的这个时间，时间有多长？这里提到说统计大概将近490年，所以是一段蛮长的时间啊，所以大约490年的时间，几乎都是在这个士师的时代。那这个书很好，它已经帮你统计了，中间大概有14位的士师。那士师记只记载了12个，其中2个就是这个撒母耳跟他的老师就是以利，这2个人是这个在快要进到王国时期的时候的士师，所以这里都有做一些的说明啊。好，所以士师记是一段蛮长的历史，将近快要500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以正式的那个历史的统计来看，其实并没有那么长。大概将近大概250年左右，大概300年左右，没有到这么长的时间了啊。所以这个作者他大概用的那个计算是从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地方去提到的部分，但事实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久远啊。所以中间大概经历过12位的士师。好。那读士师记的时候，好，先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你读圣经的时候，虽然记人名很重要，虽然记地名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万一你记不得名字、记不得地名，就算了，就不要去一直苦恼这个事情。但是几个有名的人，就必须要常常记得他啊，比如说常常会提到的这个人，或是常常会提到的地名啊，比如说像。这12个士师里面啊，请看一下63页，这里就有这12个士师里面有几个是经常会出现的人，或是经常会听到的啊。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女性的士师，所以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可以接受有女性的士师是很不容易的。请大家看一下63页的这个下面的地方，12位士师的第4位。有一个比波拉，有没有？好，这个是一位女性的士师，仅此一位，其他没有。所以千万你不要觉得说女生都没有出过头，其实女生有出过头啊，那只是记录上比较少。那他当时是跟谁一起合作？是跟这个将军，他的将军叫巴拉，2个人消灭这个迦南王耶宾跟将军西西拉这个部队啊，所以后来让这个国家可以太平40年的时间。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女生当领袖是不好的，没有，女生当领袖也可以让国家太平啊。所以这里说是国太平40年，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以色列人都只有男性社会男性出头，其实不是，也有女生在这里面是有出头的。好，还有第5位，这个也是常常会出现的，甚至有些人可能参加过这个团体叫基甸会啊。好，基甸会就是从这里这个基甸这个士师出来的。好，那为什么叫基甸会？因为这个士师是一个很特别，他不是靠人多打胜仗的，他是靠上帝的这个带领，然后把一些冗员或者是必要的人除掉，所以后来剩下300人，所以300壮士去打赢这个几万人的米甸军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迹的胜仗，而且不是用刀枪，是用这个敲锣打鼓就把人家给打跑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战役啊，所以它也一样让国家太平4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基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所以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常常会让我们看到的。那其他的事实其实稍微用过就好，不一定要把它记得那么熟啊。所以很多人说，圣经里面是不是所有的
这些人都要记得很熟，不一定啊，所以也不要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说一定要记得这些人，也不一定啊，只要记得他的一些事件就好了。好，这个基甸他的儿子也是一个烂咖啊，他后来有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他干掉70个哥哥，所以他其实杀自己兄弟也是很狠的，干掉70个哥哥，然后夺取这个士师的位置，但是不到3年就被这个干掉了，所以历史不断的重演，你会发现其实杀自己的兄弟其实是更狠的。好，另外有一位也是要提出来讲的，因为所以不要随便乱发誓，为什么？因为有可能发誓会发到自己的家人啊。第8位的这个士师叫耶弗他，好，这里提到说他率众击退亚门人，其实他的背景不光彩，因为他的妈妈是一个妓女，然后其实他长大之后，他后来带领以色列人打赢这个亚门人，就是这些攻击他们的人。但是后来在打仗的时候，因为打得太爽了，太顺利了，所以后来他做了一个誓言，就是如果回家的时候谁先来这个迎接我的话，我就把他献为祭给上帝。好，所以意思就是如果这个我第一个看到的人回家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把他献祭给上帝，结果后来是谁回家第一个看到他，就是他的女儿啊，所以千万不要随便乱发誓，发了誓就很难收回来。好，所以后来这个耶弗他的女儿就被这个献祭就烧掉了啊，所以有时候发誓，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不可起誓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千万不是为了要发誓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好，第12个这个士师也是一个相当精彩的士师，这个人叫参孙。各位说这个人叫大力士参孙。好，那这个人他也是这个将近40年的时间在以色列人当中当士师，但是他也有另外一个身份。65页这边他说他是一个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好，拿细尔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前的祭司只有利未人可以担任，所以如果你不是这个祭司的这个利未人的身份的话，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拿细尔人，就是要跟上帝有立约过的这些人，他才可以成为这个献祭者，或者是成为祭司或成为先知的角色。所以拿细尔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服侍的角色。那因为这个角色它是可以代替，或是可以类似像祭司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服侍，这个在圣殿里面做服侍。所以像这个参孙就是拿细尔人，还有这个我们刚看到的作者这个撒母耳也是拿细尔人。所以这里就提到说，这个拿细尔人他们的一个身份跟角色，他们的一个可以成为这样圣职的一个人，是因为他们要跟上帝有一个立约，要跟上帝立约之后，他们才能够成为拿细尔人，才能够来服侍上帝。所以不是随便的人就可以来服侍，不是随便人就可以来成为这样的一个拿细尔人。好，请大家看一下课本41页，这里就有做拿细尔人的规矩。课本里面就已经把它这个经文截取出来，在民数记的6章1到27节，这里就有做拿细尔人的规矩。他们要离俗一段时间，要保持自己的洁净，不喝酒，不剃头。所以为什么参孙后来剪头发就变成他力量就没有了？因为留头发表示他跟上帝的立约。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男生剪了头发，他突然就没有力量？因为这个表示他跟上帝立约的记号已经没有消失了啊。所以这个参孙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参孙也不是一个行为很好的人，因为他
也娶了好几个太太啊，然后在性行为上面也没有很好，但是至少上帝使用他，也当时为以色列人做一些的服事啊，所以也许有人行为上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上帝也使用这些人来服侍他，所以上帝接纳跟接受不完美跟不完全的人，这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功课。上帝接纳跟接受不完美跟不完全的人，也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好，65页最后这2个例子也请大家来看一下。所以刚刚提到说，为什么4世纪里面都是一堆很烂的历史，因为里面状况很糟糕的。好，第一个米迦的神像，米迦的神像是什么？这个在这个米迦这个人，他自己制造了神明，然后找利未人当他的祭司，家庭祭司。后来这个但支派的人把他们掳走了，把这个祭司跟这个神像都掳走了。所以后来这个但这个支派，后来他们并没有去敬拜上帝，后来他们就跟着这个偶像崇拜就去了，然后而且也找利未人当他们的祭司啊，所以就会发现很多当时的那个敬拜已经是一个混乱的情况了。好，那第二个这个各支派联合攻这个便雅悯支派，这个是更糟糕的情况，就是后来这个便雅悯人，他们因为就是当强盗杀了人，然后后来其他的11个支派就联合要来攻打这个便雅悯，要他们付出代价，结果后来差一点把便雅悯人给全部干光了，只剩下600人。那这600人怎么办？他们就哭天抢地的说啊，我们居然把自己的民族里面的这个便雅悯支派给干掉了，那这样不好啊，所以后来他们就用诡计让这个示罗那个地方的女孩子出来跳舞，他们就可以去抢女生啊，所以这个叫抢钱抢粮抢娘们，就是这个时候的状况。所以后来就是便雅悯支派就抢人去当他们的太太，所以后来才勉强维持住便雅悯这个支派。所以其实这个4世纪是一个相当不堪的一段历史记录。所以它4世纪里面有一个结论，就是当时没有王，当时的人叫任意而行；以色列没有王，当时的人叫任意而行。这个是4世纪里面给这个记录里面的一个记录的一个总结。当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结论啊。所以4世纪其实也是一个蛮糟糕的情况啊。好，所以66页这里提到约书亚记跟4世纪的一个差别，请大家看一下那个图表上面，66页上面有一个表。这个我们等一下下课之后，大家有时间的话自己可以稍微对照一下，士师的时代跟这个约书亚的时代是2个相差很大的一个时代，所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一个是充满得胜跟胜利的，另外一个是一个失败的场景，所以可以做一些的一个比较跟记录。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下课休息一下10分钟，再过来上课。